美国总统川普26签署命令，为美国时间4月初3开始，进口入来的轿车就要加扣25%的关税，5月也会对轿车的进口零件加扣关税。针对这款做法，日本无排除用反制措施来应对。加拿大也认为这是对其他国家上直接的攻击，后面也表示威胁，也甲美国协商找出解决方案。 托雷雷伫总统令面顶签家己的名，美国总统川普伫当地26签总统令，要为美国4月初3的观点开始，对外国进口的汽车加扣25%关税，等于汽车加卡车的关税会增加到27.5%加50%。同时阵上紧卖伫5月，对进口的汽車主要零件加扣25%的关税。I think ultimately we could probably anywhere from $600 billion to $1 trillion will be taken in over the relatively short-term period, meaning a year from now. 因为美国一般的汽车外口进口，美国国内组装的车辆，毛将近60%的零件是为墨西哥、日本、南韩、加拿大、加德国这些国家供应。川普认为，这当刺激美国汽车行业的成长，甲就业投资市场。嘛表示，这个政策会是永久的。川普的新命令嘛引发各国反弹。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会尽力争取卖对日本加扣25%关税，也毋过嘛无排除采取包括反制措施等所有选项来应对。 適切な対応を考えていかねばなりません。あらゆる選択肢というものは当然検討の対象となるものでございます。アメリカに対して日本は相当の投資を行い、相当の雇用を生み出している。 汽车占日本对美国所出口的28.3%，是所有产品内底上悬的。汽车产业嘛占日本 GDP 的3%。日本市调研究机构野村综合研究所评估，但是日本嘛爱加纳25%关税，经济成长有可能减少0.2%，可能让日本的经济陷入危机。 而且日本甲南韩主要汽车制造商的股价嘛拢落败。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是发布声明，认为这是对用自由甲规则做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发出致命信号，有可能会加速下大西洋的贸易问题。加拿大总理卡尼嘛讲，这是对加拿大的直接攻击，会建议对策来回应。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除了表示威胁，会继续寻求甲美国协商解决的方案，卖评估政策实施的影响程度来确保欧盟的利益。另外，对川普的关税政策，外界认为美国车商特斯拉有可能是上大的得利者，因为特斯拉伫美国销售所有汽车拢是伫加州甲德州工厂生产。也毋过，川普否认表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并无对汽车的关税提出建议。我是新闻台是童朋友。